世界360，大家好。今日我要講嘅主題呢，就係英加澳紐嘅醫療系統啊，比較緊張咗少少啊。咁但係另一邊廂呢，就台灣嗰邊嘅醫療嘅運作呢，就非常之暢順嘅。咁我哋今日就探討下，究竟我哋係點樣有機會可以使用到呢個服務呢？喺講落去之前，請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好啦，講翻今日我哋嘅主題啦。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喺英加澳洲都好有經驗啊，呢啲醫療嘅問題。嗱，我今日首先講一講咧，就係台灣嗰邊嘅醫療嘅運作係點樣嘅。然後第二咧就講一講我哋點樣入手啊，而最後咧我哋點樣用一個經濟嘅方式咧去使用到佢嘅。嗱，因為我相信咧，大家又講話退休之後啦，我相信年紀越大，你越需要醫療嘅服務啦。我相信大家都，就算你住喺外地英加澳紐啦，我相信你哋都有機會翻香港去行下嘅。咁如果你哋有呢個經濟嘅寬裕度，去到翻香港行下嗰陣咧，咁我就建議排你去台灣嗰度走一轉，然後咧就可以使用呢個服務啦。OK，咁我先講一講究竟台灣嘅醫療系統係點樣運作先啦。嗱，首先台灣嘅叫做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咧，佢哋嘅每人都要要交個保費啦。咁佢唔係好似加拿大或者英國咁完全免費嘅。咁但係佢只係負擔嘅錢係好少嘅啫。譬如100蚊保費裡面咧，就佢只係需要負擔10%，有20%咧係由政府負擔，70%咧就係由機構去公司嗰度去負擔嘅。其實咧，佢就算俾嘅錢咧，每個月都會按照你嘅人工去俾嘅啫。就算你俾到最高個費用咧，大概都係可能係700至800蚊港幣到一個月嘅啫。咁但係佢哋所換翻嚟嘅服務咧，就係絕對係物超所值嘅，因為佢絕對唔需要香港咁樣俾咁貴嘅一啲專科嘅診金咁樣咯。嗱，佢係點樣運作嘅咧？就首先你去到醫院裡面啦。個專科裏面咧，你係唔需要由家庭醫生去轉介嘅，你係直接行入去就睇個專科醫生就得㗎啦。你覺得自己骨痛咪睇骨科，覺得自己精神有問題，直接去睇精神科。你覺得自己心臟唔好，直接行去睇下心臟科就得㗎啦，唔需要透過家庭醫生去轉介嘅嚇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，佢哋醫院裏面嘅設備就非常之足夠，亦即係話咧，佢哋嘅醫院設備咧，每一間大嘅醫院裏面咧。唔好講大，一般中型醫院也好啦，都有足夠嘅一啲 X 光、CT 同埋超聲波嘅，亦即係話咧，你入到去嘅病人咧，一日之內就可以照晒所有嘅嘢，做埋你嘅測試，一啲譬如話一啲要切片嘅測試，咁要睇個視乎啦，可能2至3日到就會有結果，最遲都係3、4日到嘅啫，絕對唔好似我哋排英加澳紐咁樣，哇睇家庭醫生要等，揾家庭醫生見到再轉你去專科醫生又係等。見到專科醫生再安排你去做檢查，可能又係等。如果你真係有大病嘅話，真係拖出嘅事嚟啦。明明冇事都變，真係一期都變4期嘅癌症。咁好啦，我哋睇到之前有一位定居喺台灣嘅藝人叫杜汶澤啦，佢太太亦都係啱啱去台灣嗰陣就一個例行嘅健康檢查裏面咧，就發現咗自己有呢個肺腺癌。我如果冇記錯，應該係肺癌嘅一種。咁然後咧，佢立刻就做咗切除咁樣啦。亦都係防範於未然啦。其實個重點就係話，因為佢做嘅嗰個檢查非常之仔細，連肺裡面嘅一啲好細嘅支氣管都睇埋，所以佢就望到有啲咁嘅癌症嘅細胞，於是乎立刻就切除咗。咁佢就好感恩啦。咁當然啦，命係最重要啊。救得翻當然係好感恩啦。咁我就諗緊好啦，嗱，講第二步咧就係話，我哋點樣去使用佢啊？點樣去用咧？嗱，首先第一步咧就係話，你要去嗰度做檢查啦。咁其實台灣有好多呢一啲健康檢查中心，佢就提供個服務有好多嘅，即係有啲就即係風險由人嘅。咁當然咧，其實如果一般嚟計咧，喺5至7萬台幣度嗰個價位咧，基本上你都乜都可以check 到噶啦，包括咗好似阿杜汶澤太太嗰啲嘅 checking 你都做埋噶啦，即係你就變咗就可以好安心噶啦。咁其實5至7萬台幣係啲咩概念咧？其實即係大概等於英加澳紐嘅一啲大概1500至2000幾嘅水紙度，即係大概千零蚊磅，2000幾加紙澳元到咁樣嘅，咁係一個非常經濟嘅一個方式咯。咁至於你話呢啲健康檢查中心，你自己上網都可以查得到嘅嚇，有好多嘅。咁呢個就係第二步啦，你要使用佢。咁你第三步咧就係話咧，我哋點樣用最經濟嘅方式去使用咧？就係你喺出發之前啊，譬如你去亞洲翻香港玩嗰陣，你假設你講你住緊喺澳洲嘅。咁你而家翻去香港探親兼去玩下嘅時候，你出發之前一定要買健康保險嘅啦。你到時咧翻嚟嗰陣咧，你就攞住呢張單，你就去報
報銷就得啦，話我去當地睇醫生，所以咧我就要做咁多健康檢查咁樣嘅。咁嗱，你睇一睇啦，千零蚊至2000幾蚊呢個價錢，對於當地我哋澳洲、紐西蘭、加拿大或者英國，只不過係一個睇急症嘅啫，都未包啲咩檢查。所以你就算喺當地你唔舒服，睇咗個咁嘅急症，翻返去報銷，都係一件非常之平嘅事，又合法，係咪先？你亦都係使用緊呢個保險，然後你去到當地台灣，你都支付咗一個費用，攞到最高級嘅服務、最完善嘅服務，去 check 清楚你自己有咩事。因為我哋可以好肯定就係話，萬一你喺台灣度 check 出咗啲咩大嘅問題，譬如話，萬一真係 touch wood 講你係有癌症咁樣嘅，佢出嘅嗰張嘅醫學報告咧，係得到英加澳紐嘅承認嘅。最緊要就係呢一張報告有英文版，咁佢翻到嚟嗰陣咧，你就可以直接就跳入去，跳到嗰個最後階段，即係嗰個直接去接受嗰個治療噶啦。咁樣，譬如你假設咁講，即係 check 到你有癌症，你翻嚟立刻就可以開始進行呢一個癌症治療咁樣噶啦。咁所以其實呢個方法咧，應該就係好經濟實惠嘅。咁有一個部分啦講就係話，究竟你要點樣去處理？就係話你點樣去當地睇醫生，佢就肯幫你做呢一個咁全面嘅健康檢查咧。呢個部分我就唔公開講太多。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咁樣做嘅時候咧，或者你俾個留言俾我，或者係俾個 email 我咁樣，我就會再同你講仔細嘅啦。今日咧我呢條片就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